国际新闻来看，昨日一台亚塞拜然的无人机伫哈萨克西部失事，造成38人死亡，29人受伤。有学者讲失事的原因无单纯。有外国媒体是指出讲，这台无人机飞过罗西亚，受到防空系统的攻击。也毋过包括亚塞拜然、哈萨克、和罗西亚的官员拢表示讲，已经在调查咯，望讲外界莫阁乌白药。 对亚塞拜然媒体放的影片看到，这台飞机机身顶头有敢若是枪支孔的分裂，这是2伫咧哈萨克西部摔来亚塞拜然航空的一台班机，造成机顶38人死亡，29人受伤。路透社引述亚塞拜然方面的消息讲，飞机伫咧飞过俄罗斯南部车臣国的时阵，和俄罗斯的铠甲 S 防空系统误判是乌克兰无人机而射到，造成机身受损，尾摔来。 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亚塞拜然可能把这件代志定调是俄罗斯防空系统错误攻击。A Russian air defense system misidentified the plane because the plane had been rerouted, and that they engaged it with air defense systems because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attacks from that direction by Ukrainian unmanned systems, and so they probably mistook the passenger jet for a Ukrainian unmanned system and engaged it with air defenses. 美国官员也讲，有现象证明飞机伫咧摔来进前，和俄罗斯防空系统攻击，也包括亚塞拜然、哈萨克加俄罗斯3个这件代志有关的国家，拢希望外界伫咧调查结果出来进前，卖散布猜测性的言论。俄罗斯军事专家也讲，飞机看起来确实是和航空飞弹之类的物件损害，也过需要更加明确的证据。Вероятно, ракеты системы «Панцирь-С1» или какой-то зенитной системы с такими же небольш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которые несут не очень большую боевую часть, но у России они это как раз «Панцирь-С1». 另外，这台失事班机迄天飞行路线，大家也感觉奇怪。原本是自亚塞拜然首都巴库要飞去俄国车臣的首府格罗兹尼，不过为什么突然间会飞过里海？ 飞去哈萨克的阿克套，是因为大网雾也是去弄到鸟啊。相关单位的讲法也前后无共款。亚塞拜然政府正歹直接指责俄罗斯，以免惹俄罗斯总统普京生气。目前亚塞拜然甲哈萨克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可能已经掌握相关的证据，不过因是直咧等俄罗斯先公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